大家一句話叫做"人看唔驚，鬼看溜溜去"。這個鬼呢，就是 AI 假醫生。講到這 AI 假醫生，最近是愈來愈多掠一個，然後又過一個新的出現。除了傳播假資訊以外，佫會賣假藥啊。就立委在這個維權委員會呢，要求這衛福部長愛隨處理。佫講 AI 假醫生的訂閱人數攏總有25萬人，已經是衛福部官方頻道的6倍啊。我是許為民。肛腸科醫師，如果你的大便呈現一顆顆的硬顆粒狀，像是一顆顆的羊屎一樣乾硬。去年底 AI 假醫生陳志明叫人抓包，即馬閣隨走出來一個假醫生，或者柯為民，專門咧講錯誤的醫學觀念。國民黨立委譚政輝拜四佇維權委員會頂面要求衛福部長愛趕緊處理 AI 醫生脫銷的問題。陳志明醫師的影片又回到這個頻道了，並且這個頻道的訂閱有25.6萬，是衛福部的6倍多，衛福部現在是4萬訂閱。你有沒有考慮，如果你用10重量 AI 來做衛教，也不會輸給他？我會考慮看看。好，我也來開個頻道。衛福部長指出，開頻道的人已經違反醫師法，未來也會比較即馬阻擋網絡性影像成功的經驗，和司法部合作，研發快速落架假資訊的系統。他如果是他製作的，雖然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，用一個這個假名用 AI 製造出來，它可能也會涉及到這個醫師法的違反。這個處分的部分，我會用這個嚴厲的處分。事實查核中心指出，若是真足看，有法度判斷是不是 AI 假醫生，除了醫生講話和字幕無到達以外，嘛會出現奇奇怪怪的背景。AI 假醫生，其實如果仔細看的話，他們的嘴型呢，有時候跟他們講話的內容其實是對不上，背景出現一些奇怪的擺飾啊，或者是一些動作，基本上呢都可以辨識這個影像可能是 AI 生成。查核中心指出，這款 AI 假醫生有當時會冒充名醫的言論，先騙你的信任，再擱騙你的錢，透過互動的機制來賣無良的藥品，甲時代騙甲玲瓏西。因呼籲民眾佇網絡買物件一定要再三確認。記者陳選林旭凱台北報道。